有路权团体成员13暗时开直播，甲台中代理几若个警视顶的电线背掉，即马是向警察依照妨害公务罪嫌逮捕。来，今天第6站。 3名男子13号暗时7点左右开直播，来到台中市大理区甲体南路甲立信一街附近，将装伫咧路口的爆闪灯电源线背掉。警方得到消息，马上来到现场阻止。对啦，哪2条线是你分离的啦？你给人家哪里分离的？你先不要给他用好，你给人家哪里分离的？这里有一条线嘛。 3个人自称是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成员，因为爆闪灯的闪光影响到行车视线，向民大甲市府反映拢无得到具体的回应，才会家己来拆除电线，随后去警方抓转去警察局侦办。 律师来到现场，用路人表示爆闪灯有警示的作用，但是烦恼伤插目，颠倒造成影响。当然，你在那边闪烁是有一种警示作用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太过于强度太亮的话，会造成反效果。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强调，3人之中的林姓男子确实是会内的成员。爆闪灯伫咧法律上并无得到许可，设计完善的路口本身就有提醒的标志标线。 举凡是地上写慢或是停，它都可以足以去告诉用路人你要去做停让或是慢速通过，它可以去区分支干道。那如果使用爆闪灯，其实在法的地位上面，它也没有正式的核可。那另外造成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，甚至有可能造成用路安全的反效果，造成爆闪灯警示安全功能丧失，涉及刑法第138条妨碍公务罪嫌，警询后依法移送。 台中警方表示，这个所在的爆闪灯是无风分局的公务，民众有任何疑虑甲建议，应该循正常的管道反映，无应该以私刑正义的方式背掉电源线，致使失去了警示安全的功能。后续会将3个人以触犯刑法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